Hello， 大家好！有件開心事同你分享啊，就係嚟緊咧，我哋將會喺社聯舉辦嘅 S+ 高峰會暨博覽入邊咧，同幾位香港傑出嘅運動員，包括有菲立仔陳肇鈞啦，一齊分享下有關壓力管理啊、精神健康啊、運動與可持續發展嘅議題嘅。不過事先呢，我就想邀請阿菲立仔用支畫筆話俾我哋睇下，你覺得呢一刻最大嘅壓力係乜嘢啦嚇？唔知你會畫成點呢？嗱，嚟緊喺會展，我哋就會同你一齊分享你嘅作品啦。到時見。啱啱嗰幅畫咧，我用咗1成嘅藝術細胞啦，都好明顯係我嚟嗰個人係。點解會畫我咧？就係因為你問我嘅壓力喺邊度嚟啊嘛。最大嘅來源係自己俾自己咯。好多運動員啊，都會俾出面嘅嘢影響到，或者觀眾啊，或者教練啊，或者屋企人嘅聲音影響到，但係我就唔會。我覺得係我自己擺咗個目標喺度，我做唔到，我會怪責自己。擺咗一個方向喺度，我就好盡力想去達成到。咁一向都係 keep 住喺自己去交代俾自己一個咁嘅關係。我一開始喺巴西度練過1年，翻咗嚟之後一路踢，一開始都幾好嘅，一開始都踢大會，轉過幾間球會，咁就未開始揾到真正嘅自己，未揾到最好嘅自己。咁當年翻咗嚟大埔之後，就攞咗聯賽冠軍啦，咁又攞咗最佳11人啦。一個唔好彩就 Covid 就將好多嘢都推翻咗，好好嘅 momentum 啦，表現啊，無論係個足球氣氛、個大環境都好影響我哋球員嘅信心，都一夜打冧晒，真係我諗係可以叫做一個低潮，即係淨係想放棄。咁 Covid 後期就遇到一班好好嘅隊友、好好嘅老闆，同埋最緊要我覺得係好好嘅教練啦。咁佢就喺上年嗰度係咁 push 咗啦，無論係喺港隊或者喺超聯嘅比賽度，我都交出一啲好精彩嘅表現啦。去到季尾直情攞埋最高嘅榮譽啦，中國先生，好好彩啦！真係遇到佢哋，我覺得係好感恩，我覺得佢哋幫咗我好多嘢。精神健康其實係我覺得係一個真係好大嘅 topic 嘅，真係太大壓力啊！任何嘢，無論係運動或者工作，我覺得都同你嘅意志力係有關係嘅。我可以話係半個過來人，我可以分享到我嘅體驗、我嘅經驗俾大家。咁我覺得，如果係可以正面地影響社會嘅話，點解唔去做咧？社聯 S+ 5月20至21號灣仔會展約定你。